咁呢套電影佢嘅風格呢，佢都係比較一個實驗性質嘅喎，係咪啊？係啊，徐克啦，其實不嬲拍開啲大片啦，即係喺香港嘅商業電影市場啊，都得到一定嘅成績咯，係。咁佢喺美國深造嘅時候，都係拍開一啲紀錄片嘅風格啦。咁佢就想喺呢個武俠電影上，就拍一套好貼近呢個紀錄片形式嘅一個製作咁樣。咁就俾啲演員自由發揮啊！咁你見佢請啲武指翻嚟，即係洪欣欣啊，同埋趙文卓本身都係武指出身啦。咁即係擔當到一啲即興形式嘅打鬥咯，係。冇錯啊！咁有另外一個佢電影入邊自由發揮嘅例子啦，就係佢有一場關於食飯嘅戲啊。佢淨係同啲演員講呢場戲係關於食飯嘅，咁佢哋就叫佢哋自己演啦，即興演出啦。咁成個片場咧就頓時變成一個實驗室喎。即係冇指導之下去做呢件事，務求有咁寫實得咁寫實啊！